原来没电哦，可以赶快插上那个电源供应的线，要有电重新开机，重新开机又进入那个频道，按直播，按直播他就问你要继续吗？就可以继续了，要选继续了，就可以继续了啊。为什么有道路名称叫林森路呢？纪念伟人，你看，民初国民政府主席啊，还算民初吗？民国30年，你看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，纪念林森啊，有林森路啊。
人在杀生啊，乱杀麻雀，结果破坏生物链，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。然后那个稻谷就欠收，麻雀可以吃害虫啊，那么麻雀都抓走了，那结果没有办法控制害虫，那稻谷就欠收，造成饥荒死人了。教师呢，北大、清大教师呢，做我们那个劳动服务员哈，当到教授还要去干活，去做苦工啊。网址都改了啦。到64年而已。忘记不太记得，到底64还65。网络搜寻 Google 搜寻。这个是谁啊？这好像陈水扁吗？
后来做总统，但是又有被关起来，可能是涉及经费，经费可能是人家给他老婆处理啊，但是他受牵连，总统任职满了以后才被关了，这是谢长廷啊。有没有李秀莲呢？不知道了，好像是卢森义还是谁？后来美丽岛高雄美丽岛事件，75年林党在台北圆山大饭店成立。高雄美丽岛事件是哪一年？好像更早了，不怎么模糊了，有些印象都模糊了。网络搜寻美丽岛事件。75年解除戒严前一年，民进党就成立了，隔年才解除戒严的呢。后来开放党禁报禁，戒严前就成立民进党了。这是旧教材了，10多年前的旧教材了。2021年7月份，在网络影片抖音平台分享的影片，看到说，中共为了2022年冬季奥运在万里长城的八达岭下方100多公尺深的地方挖地铁，建造地铁站呢，可能要让外国人呢，要由那个万里长城交通的方便呢。也是要宣扬国力。中共很会宣传，还有，所以发明有更快速的比5G 快10倍的上网的载体工具，叫做有光就能上网。通讯的那个速度现在5G 就是第5代手机第5代，已经很快了，将来要更快。现在5G 手机的10倍快，好厉害！说有光就能上网，这么厉害。你看这个版本很早了，现在中华民国110年了。你看那个还写到民国82年，所以是25年了，20多年前的课本了。20多年前中学的课本。
高雅维教授哈，高雅维教授有建议，帮助民族复兴呢，不要自卑呢，还要注重三民主义，世界大同啊。西洋历史的改革，美国历史的改革。民国78年的手册呢，现在110年了，32年前了，32年前了。高雅维教授呢，他的文章呢，对历史教育的这个改革的建议，你看，注重世界大同，要肌肉扶倾，要和平政策，要领导世界大同，领导世界进入大同，注重世界大同。你看，民国78年的教师研习的手册。